电话线呐，这是粗的电话线。对，你们有发现景龙哥已傻眼吗？他们台平常去做嘛料理下豆啊，超跳不惯啊！对，奶就应炒。对呀，哎呀，都帮人抢走了，尴尬了，尴尬了。因为 any 手都係，嘿，等下处理嘅放血的哦样板。我想用那个煮猪帮忙。他的方法就是用厨师帮我。连锁超市嘅地本都买嘅ham菜哦，辣好选。好好讲话哦。没讲出店名，可是这样一次全部都得罪。店名哦。我觉得甚至师傅还有上做煮出有阿婆的米汤，我觉得你阿婆吃到一定会哭出来，你的身体里面就会有一种客家料理精神魂。哎呀，简称就是老灵魂。听上去就是辣吗？又是辣，又是安辣吗？汗水下辣点点咗。哎呦，难怪你取一个辣妹。Hello， 各位天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線上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莊百跳。今日高樓都投演呢盡地主之誼。老師要跟大家說一下，其實都投演亞導演呢係一個導演文化互相融合嘅嘗試。亞導演有新出名，有客家人，有好老年，還個目前嘅出拳都亞導演，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地球村。係啊，冇錯，家下講到嗬，你一片下多年嘛，根本應該來賓嚟講嗬，先幫你提醒一下，有一個報案到嗬，四川人嗬唔講辣，貴州人嗬講唔辣，還有湖南人辣唔講。我弄到一些，你也被辣到，对，辣到了，呛到了。老人講今天來賓啊，吃只辣妹。哦，都是辣妹是不是？真的，我们刚才在后台已经有看到哎。好，不过我们先在介绍辣妹之前，先来是给帅哥，提前老朋友都给黑森之师傅。有大家好，谢师傅哦，这款聊聊片哦，也是我们鲜肉级的哦。哎，你陆准病陆师傅，大家好，欢迎陆师傅啊，病够好。马上先老朋友都风吹嘅参赛炸鸡，喺两位背有姊妹耶，朋友都给秀梅姐、老丽群姐，欢迎。放羊，放羊，好高哦，伯天，你今天都不要投到红队来。係啊，或者係攬水哦，係非常後生嘅兩公婆，來自幸福嘅陳景龍、李秀春。歡迎，大家好。啊，這種都投演啊，沒有力量客家總演啊，都是好像吃了客家料理會長生不老一樣，而且都不真的不會變老，你例外，因為你吃很多的垃圾食物。海鮮啊，對，我們先看到風吹亮珠，厲害的是楊梅嘛哈。哎，麗群姐是來自於哪島畢業嘞？貴州，中貴嘅貴族。哎，所以貴州人是不怕辣的。不怕辣的啊，難怪是辣妹。好，63年來自於楊梅。哎，楊梅。在楊梅這邊，你要介紹楊梅好玩的，還是介紹貴州好玩的？楊梅好料。有乜該好料好高的好食嘞？哎呀，阿霞快炒店啊！阿霞快炒店，該不會是阿群開的吧？啊，沒有，不是，因為我們麗群姐也是開當地一間很有名的牛肉麵店。哎，奇怪，麗群姐今天有點怪怪，因為她開私底下話很多哎。怎麼一 camera on 的時候你就？今天我把主角給他，我來當配角。千萬不要這樣子，因為今天沒有人是配角，都是主角。OK。好，再個來去給阿霞快炒店嚟吃這款呐。這片係食嘅東西。你攬出嚟一片嗬，我推薦咗幸福個好料嘅素材。叫桃到新屋去。桃是因為幸福係種米嘛哈，所以是稻子的稻。新屋去，去是很開心的，很興起的氣。好，桃到新屋去，按地婆又養蜂蜜，全給了提名名。哇！它又種了玉香米。哦，見到睇過吼，因為了解幸福哦，唔但想記係幸福音婷婷哦，因為他本身也是愛係幸福音嘅粉絲專業版主來到現場。哇！不知道記得小給幸福一定請了解。不過大家所知道的新屋，除了新屋產一個張伯謙之外呢，還有當多後生料理。我們等下比賽馬上見真章，馬上來金行體育館嘅挑戰。料理風流蛋。梁廚會用現代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3點衛生指定愛做嘅料理。大家之前唔知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梁廚會因為條件中3變到手腳來唔參麼？還有梁廚冇知道嘅食材，未為咗主廚來做示範，
到底会变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最超級、最神奇嘅比赛，临时是开始了。料理风六店又来了，我们现在看一下有咩菜色系乜嘅？鹹菜炒面蟲，哎呦，鹹菜炒面炒，我真的很期待那个会玩呀前辈哎。哦，今天这个可以吧？鹹菜可以换吧？看他们的脸色我就知道了。好，马上派出台标。我们派出贵州辣妹。好，好来，剑斗三条布，剑斗三条布。剑斗三条布，给你们自己玩哈。又让你哈。黄色的。好啦，準備咧。来，秀春姐自己猜。1、2、3，點鐘。这什么？係海蓉哦，海蓉。哎，我记得你有做过啊。对啊。好吃啊，就是那个 QQ 自助餐店那个 QQ 啊。机会该装哦。对 QQ。就电话线呐。这是粗的电话线。对。这是电缆线了。埋在外面地上的，比較粗的。这是地下化。你们有发现景龙哥已傻眼吗？这个不要煮掉了。好，来换我们这边丽君姐了，里面其中有一个会是面肠。你感应一下，你平常都在摸牛肉嘛？对。你感应一下里面哪一个没有牛肉有面肠？你庖丁解牛一下。哎，1、2、3。哇，碎饭呢？你有吃过吗？有。碎饭呢？冻好血。碎饭呐。冻好血。係。同我講下，同我講下。係啊。呢個年呢？25年呢？25年呢？25年呢？係啊。食煙都眼睇咧。做 Apple 嘛？差不多咧。差不多。嫁過了25年，還沒感應到地陪都是師傅嘞。哎，你別這麼說，你們那邊也沒感應到。你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對，好了，正好的免沖。給你賺到了。好，馬上嚟金行體育館嘅挑戰嘍。今天亚冠呢刺激了，因为呢凤水和南水都不是抽到主要食材，这个时候经理就有看一下两组嘅实力嘞。像我们看到凤水有信心吗？耶！拿出这种拼劲，大家好好来做料理喽。好，来谈看一下南水的一片哈，你幸福人有信心吗？有。哦，甚至师傅有信心吗？有，当然啦，免冲啦。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现场马上都数3、2、1，抢开始！开始。我觉得下一次应该要按呢。马改。师傅显现。然后有这个红、黄、绿跟一个还有什么灯？没有啊。没了是不是？左转灯。你是第一天来到台湾吗？对。因为师傅会讲出动颜色炒一发，挑战就不大。像之前那一集，我们卢师傅。用个 U 做芙蓉料理啊，好好吃哦！变做黑冻火料理。对啊，好啦，所以挑战就是要给我们，对不对？挑战一定给你们，对吗？我水板用干啥嘞？是啊，我们大家直接吃。老 tell you， 老 tell you。小猪狗。对。来，丽群姐，你的辣椒不用去籽吧？好吧，那他可能为了台湾的。贵州应该没有在去籽的，对不对？贵州没有在去籽的，但是这是为了台湾口味是吗？你要辣椒贡很勇慢饮些嘞。故事很长哎。被骗来的吗？没有，他被我骗到。老公动喉，冰箱吃不完用不完，钱随便花。好好哦。哇，那果然好。你去哪边找到的这么好？对啊，我们的这个秀梅姐啊，你是厨师吧？没，如果不是厨师，你就是模特儿。妹妹，艺术家。他的头安谁着？我有训过动够，就是人家九头身。摸啦，那这辈子。姐姐，我跟你讲，我是55身。他想要重生啦，就是人家俗称的公仔体型。对，公仔体型。兩位平常時有接上做一個鹹菜料理嗎？有啦，冇強樣嘅菜種，冇強嘅菜種啊呢，都叫因為佢有米頭啦。鹹菜平常時做嘛料理下多啊？炒條骨乾啊，對，奶就已經炒水板哈。對呀，哎呀，都幫人炒咗咧，尷尬了。好，我們等下都轉來哦，加油！等下廚師幫我哈。哇，版主，我還是要問一下，旁邊這個真的是你的太太嗎？嘿，給種冰呀，你是幾多呀？這麼保養的菜，給種冰呀。你們是青梅竹馬。秀純記，你看看哦，大家看一下她的女兒，感覺像她妹妹一樣，這太不合理了。看得出來去凍下不娘。
因为做球服哈，为现场看都当做生死离别哈，所以我们特别以珍惜啊我们在家里的情感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看也不会注意这样子，所以夫妻感情来好，爱观念就是要参加救护志工。嘿，换样台。你要去啊？我被救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 Andy 去到系海中啊，嘿，等下处理嘅放学的营养班。我想会用那个主厨帮忙。他的方法就是用厨师帮我。因为我们用安全牌，第一排用料来炒，但是汗水主量它像是放好些。那我们赶快先过去，等下回来你刚好可以用。好，谢谢，拜拜。哇，好香哎！对，先下一见哦。见到叉叉的哈。哎，见到叉叉好香啊。我教过了25年，那你吃过什么最印象深刻的客家菜？还是你自己会做客家菜吗？客家菜鸡酒冻好血，你看，你看，我就说客家经典料理就不是什么那个姜丝炒蛋，就是鸡酒。你的第一名盖酒，第二名盖酒，第三名穷人会盖酒，只有1名。生完小孩，坐完月子过后，天天都吃鸡酒，想吃没有了。丽群姐，那你就再生啊！你真的嫁过来有够久，因为你刚刚那个有客家人的，你是狼烟的你啊，跟婆婆学的。给导边还有肉，给补椒粉是吗？怎么了？可以用讲的，可以用讲的。没事，刚才辣椒要先降，不要用撞声讲。Sorry。我是现在有鱼了呀，狗哈鱼啊，狗哈嘿好。我刚刚看到秀梅姐很用心哦，她有先豆狗9记后，她有把水分先挤出来。对，而且你看她切得多漂亮，果然是美术。哎呀，秀梅姐，你是从事艺术工作？没有啦，艺术家双办，家庭主妇，会拍照。是拍什么的比较多？拍花啦，喜欢拍花，开日出。因为不看春秋写日出了就放片。好，我们等一下沟通上来了哈。好。哇，你看，该拍了一家人哦。赶快大声喊出来吧！初四天小眼。好，来，邀请谁？来选bingo。因为你啊，回流几百。先看一下。不行，手动了要继续哦。看一下，你通过嘞啊？通过嘞。开始唱开始。好，我先马莎。先马莎。最帅的2位都选。好，那2位一起来吧。2位都选。我用多少？你用多少？连锁超市在地北都买个ham菜哦，辣好选。好好讲话哦。没讲出店名，可是这样一次全部都得罪。没关系，丽群姐，你等下去讲拿来这位都省红蹦哈。他是这样一跟大家啃。贵州人是这样吃饭的吗？左手右手都选辣椒。开始唱开始。好，开始了。好，还故意给我浪费2秒。等下咧，小哥那个剪开了哦，因为个梅头还会落去。好，听到？你是剪到从电话线上哦？你是咧剪开的时候咧？它本身就不是电话线，它是 email， 它是电缆。是那咧？哦。要用海带咧，但是好冇都按中人嘅梅啦。不可能这60秒都会剪哦。对啊。好。跳下应該你一先剪好嚟，好，兩叉底下先剪。好。好，又可以嚟挑梅部分哦。加鹹菜加下要試過嗎？要試過。我要先浸水果，要下鹹掉。你啊，為下健康掉哈，冇人鹹。冇人鹹啦哈。加下胡椒粉先落去咧吼。一炒香啊，啲係學你話記得啲調油，然後要梅頭嚇。好，調油用黐嘅哦。要加糖嗎？湯咪應該鹹菜好鹹哦。好。應該是會點湯。好，冇問題。鹹會加都有蒜絲嗎？蒜絲你要取下，係鹹菜冇按蒜啊，唔拿蒜的，現在是用啲個蒜絲。4、3、2。時間到，停手。你喺度檢查一下哦，要都冇剪刀，冇剪刀。你看本件梅是做得啦哈。哦，別。其實哦，記得用初次騰訊來拍個動打樁，
因为我们景龙哥佢本身哦，除了做工商师，他就求佛举供之外，还有佢就考到出色军照。若春姐，你太会找老公了，国中就找到了。对，哦，到不你了哦，谢梦怡。我们这边就帮到这里喽。好，谢谢。我们看看我们那边有没有需要救一救。好。这边有需要用储时天数眼吗？不是。我们到最后收尾了吗？要收尾了吗？我嘞，我有一个疑问，刚才有给他捅吗？冇。有需要吗？要。好。哎，我们还没有用到厨师帮我。我们没有要用啊。确定？没有。确定厨师帮我们帮忙，放点糖可以吗？他说你们大概就是放糖做就可以。如果要给他试味道是可以的，但我们要先离开，不然等下会过热。OK。好。等一下只有厨师能做哦，拍尔卡起来。哎，我们要用厨师帮忙吗？好，我先马莎。先马莎。最帅的2位都选。好，那2位一起来吧。2位都选。我用多少？你用多少？请问我们的还需要什么吗？只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OK，只能选一个，那我们这边挨着来好吗？好，来。哇，挨着来。我帮我们吃个味道就好。好的，帮我们试试看，需要加什么吗？我其实可以。哦，弟弟在按强松。哦，按强松哦。哇，帅哥，厉害哦！哎，还是有计时哦。哇，太强了。他真的慢慢来呢。哎，真的不用 slow motion 呢。一步跳舞就尬的呢。按动多时间。哦，真的可以帮我们快一点吗？哇，厨师好棒哦，太优秀了。哦，按做对了哦。哇，丽群姐真的是爱的教育哦。这厨师太优秀了，改天请你吃牛肉面。请你们吃牛肉面，这样就有。弄给请我面来。要呢，按熊哦。人家是专业的哟。是。他在清盘子吗？我们一起来倒数吧，4、3、2、1，什么好，谢谢帅厨师。那这样我们要去倒数计时哦。好，慢慢来啊，慢慢装。烟草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吃看呐！体育馆地图哪不开料理较赞的嘞？体育馆内里用咸菜来让木姜嘅食材做变化，先来吃吃看那风吹草芽嘅水板的哦，吃吃看呐！哇，那姜怕是落去后会太辣吗？不会，加个咸菜吼，有炒出加个蒜香味，再加辣椒刚刚好。那么俺吃卤水板里面清后，吃起来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咸菜炒卤配板。哦，肉条。之前我有做过啦哈。在主厨加的那一笔很棒，调味很重要，对，好加在。其实白薯条一板哈，去炒咸菜哈，白薯都动特别。他们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哈，但是又新强啊，去切的咸菜哈，板哈，按切强又太水又强，知道吗？又融合到强，还是要新好食。哇，糖业公平哦，果然还就考过军招诶。因为他们大小都会看嘛，对不对？好，我哋下份就攬出嚟一片海蓉嘅海菜之中，大家都試看。好。真好食哈。因為嗬，呢超度係海菜，所以哦，要加嗬，它到底有用嗎？跟它去綜合它的那個海鮮的腥味。香港嘅海蓉佢本身嘅口感是 QQ 的。正價嘅那鹹菜冇強人嘅口感，煮了之後它的膠質散出來了，佢說老米頭夾強下誒，好食。有140度，冇強米絲。可是這個重點還是鹹菜炒嘅感覺，兩組真的很明顯的不同。因為你客人吼是姜媽撈料鹹菜吼，嘅姜媽特別擦擦，梅頭叫甜味會釋放出來，按鹹菜嚟強下炒一些吼。讓家嘅梅頭會融強下，真係做得動好啊！因為個海菜海蓉佢本身哦，可能就有隻自然的那種黏黏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可以把整個味道一起包覆起來。的確，我們抽到海菜還動很潤的心啊！所以等一下就會看一下是否用辦評分。先講哦，這一集會被放在我是新屋人哦，所以我好凶啊，用辦評分哦。到底哪一組會得到分數呢？先來搶生吃師傅搶本分數。好，分，等下把並購搶本分數。
蓝水师傅举手，甚至师傅抢公平。哦，两腿都冻好时，那料理该每套就处理都冻好。啊，尾份凤腿两片呢，迄而家酸菜有炒多，然后有香味，还有切个口感，来冻好了就切个口感。啊，蓝腿两片呢，嘛冻好时酱油香味啦，还有个姜麻个辣土，来是都冻厉害。好，阿炳哥来公平。หั่菜的部分，你现在感觉同叫做好倒掉。佢後倒掉時，佢個หั่菜咧梅頭後會出來。還有個最主要係兩條係手度咧係挖過嘅部分，佢後冇按容易到個嘅我哋嘅主食材向下去搭配。配等時是當好事啦，但係我可能主食材用了雖然手度咧係用嘅部分好難處理，係攞梅頭要結合到หั่菜啲味道樣嘅啦。佢兩片穿手度冇向來食材，後穿表現到一號。兩組都個個得到1分，而且老安利客家最經典的鹹菜炒落去，唔過等下來看一下，到底一個鹹菜炒一個麵腸哦，甚至師傅有冇有乜嘅無強嘅變化，搞本利嘅甚至師傅咯。這個麵腸喺廣東人去吃一個自助餐的時候，很喜歡點的一道菜。可是甚至師傅是摘菜嘅專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心意來教我們大家一下。我來做那個麵腸，哦，麵腸在摘菜呢，做了做動作嘅變化，哦，做了做那個燒肉啦，還有個竹蟲，哦，基本上就來做個竹蟲啊，有像薑絲炒大腸這樣。有冇有種免蔥走駐蔥啊？你看到兩片呢，還用變起來，好變起來，還用就凍蔥跟竹蟲嘞。唔是打鐵的。還用就做對了，第二就會竹蟲，青豆跟麵線啦，還是快炒就做點用這樣做。哎，其實它都便宜嘞，還不用幫它洗腸呢。對，還用變起來就做對，不用灌可樂啊。哦，變起來，哦，那個麵蟲就便宜啊，你啲唔是食口。其實台蔥沒冇凍貴，可是處理起來較麻煩啊，會洗啊，會痛啊，梅頭沒凍蟲。而且是在如果想吃薑絲炒大腸，對啊，就只能吃麵腸，也有腸嘛。也是在因的薑絲大腸。係啊係啊。米有咪下健康啦，嗬。係啊。那個麵蟲就會用個麵粉，用洗過，吼，洗過幫佢用個澱粉質出來，這樣就用個蒸嘅方式幫佢做到麵蟲。家底都冇澱粉呢？馬油，好，你就做啲來炸，吼，幫佢炸到酥酥，吼。那個鹹菜呢，幫佢切一下。你剛剛叫他叔叔哦？年紀沒差這麼多吧？炸到叔叔。不要挖坑給人家。溫度我差唔多160、170就做得了。好，你鹹菜吼，我幫佢洗過，冇驚伊要燙鹹。嗯。剛才我們景龍哥有先洗過哦，要特別講哦。有洗過哦，驚要燙鹹。可是有些人吃鹹菜很怕什麼？吃到沒有鹹哦，跟沒有酸。錯，像兩下那種連鎖超市嘅地北都賣個鹹菜哦，就冇辣好選。哎，好好講話哦。沒講出店名。可是這樣一次全部都得罪。還是講店名好。好，幫佢切一下吼。你有撈個地北吃愛拿鐵，好，那個姜麻，吼，老薑，哦，來做吼，幫佢切，那個薑整件就落。夠老。冬菇切 ，OK， 好。這纖維凍豆啊。好，切絲。哇，看阿舉師傅切東西很療癒哈。配料然後大家係差唔多。差唔多，嘿。炒那個鹹菜啊，就一定要清道。哦。減那個鹹菜會澀澀。哦，好，姜麻先。老師薑的味道啊。讓油跟姜麻是落去的哦。嘿，做得不給煸，吼，不給煸。了解那個辣椒會冇標誌，我用個姜麻個辣土幫佢出來。哦，嫩姜是冇按來煸啦，吼。嘿，嫩姜冇乜個梅頭，哦，嫩姜冇乜個梅頭。那個麵腸哦，泡過之後，真緊下長駐蟲呢。係啊，一片那樣。鹹菜落下來，哦，鹹菜幫佢炒過，吼。哦，香味會出來哦。哦。可我覺得油上時，那個油燙到會發鹹菜會就燙到油會變軟軟的，好像也沒有很好吃誒。那個鹹菜我就會較香，正像個筍嚟乾，哦筍嚟乾，我就會較油，當然用個雞肉來炒啊，而個香味就會出來。好，呢一片哦就批到個鹹菜個香味嚟吼，好，睇住幫佢炝一下，好，哦香味，
哇！哦，好，伊熟悉嘞，哦，米酒。好，俺就该笋吃，伊熟悉嘞就好嘞，哦，伊熟悉嘞。好，有这样。哦，这个吃起来应该是当笋好诶。哦，伊熟悉该烫哈。刚才太清啊，就有给它烫哦。俺就该水，哦，不易水。它会更水哦。伊熟悉嘞就好嘞。味道。会不会有人做酸菜炖饭？了解面虫下来，哦，本给炒到收汁。外形真的好像炒给太虫。对呀。大家应该刚才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吧？一般来讲，可能想说切斜刀，切片这样子。因为个蛀虫哦，剖过去后是切切，不过炒落去之后，其实会像蛀虫那样，有点嚼劲。因为佢係甜粉啊，所以佢緊煮哦，反正它就有點黏黏嘅黏嘅。哦，本佢炒多糟哦，哈，本佢炒多糟哦。都是大火炒。那个面虫会炸锅，佢个汤汁这样会吸到里面。哦，这样不会就该很伤嘅味道。比较好包覆酱料。好，辣椒诶，下来。你这那么晚加，丽群姐不满意。了解唔会辣哈，唔会辣，你香味这样会出来哈。那没关系，丽群姐，你等下去给拿辣椒都笋红蹦哈。它是这样一根辣椒啃的。对。贵州人是这样吃饭的吗？左手是辣椒吧？左手右手都写辣椒。我知道你都拿莲藕做什么？没有，要做莲藕冰。不是，拿来做莲蓬头。那跟辣椒係都是貴州係嗎？那个是贵州的做法，很香。贵州的做法，因为那一定很辣咯。对，有辣。等一下这个加少一点好不好？哦，帮你炒多糟哦，哈，炒好嘞。好赞哦！你做这道应该是信封已经当个分享的。可以，大家可以先拍一张照。好，本台也可以拍哦。鹹脆炒面蟲。按钮就好些嘞。观众朋友，大家都看的时间还慢慢吃到，甚至师傅真嘅厉害，面虫做按用编发，也可以来将仔嘅主场供用，睇下来吃吃看呐。哦 ，QQ 的蛋好香，讲真的。果然师傅就系师傅哦，我必须要用讲吼，后年到风水佬冷水事件哦，师傅做一个烘出来烘土佬蒜土系水土好嘅，非常好食。我觉得。甚至师傅按还有上就是煮出有阿婆的米头，我觉得你阿婆吃到一定会哭出来，你的身体里面就会有一种客家料理精神魂。哎呀，简称就是老灵魂。这个你卖牛肉面的时候啊，可以当那个配菜，要不然回去炒来给客人吃，可以试试看哈。我会想到阿婆煮的米头。你看大家吃到你的料都想到阿婆，对，而他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面肠很 Q， 很有口感，味道也很够味道。因为该下讲吼，面葱是从跟蛀虫形容，蛀虫做的料理哈，面葱千夫走单，自己回家可以做做看变化。好，啊，并购你取到嘞？哎，讲的是本讲的嘞，被我讲完了。炒咧烘出就是啊，配角袂当做啦，烘出的部分又炒又香啊，吼，又烘蒜甜咧的味道，又配合到我哋咧面葱的部分，面葱又泡到切切的哦。又一点点平点水啊，点酱料放去，如果伊转一下，个酱料伊贵下吼，配起来吼十分好食。大家夫妇都会以为人嘅鹹菜，然後當好買嘢到嘅面蟲，做得牛嚟炒，真嘅係十分嘅茶飯哦。不過頭前一畢業，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做下國家料，強用日出料理，大家都會注冇強用嘅料理方式，兩處愛啲限甜嘅時間度，發揮自家嘅好手藝，完成具體嘅菜式。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其實吼，特別呢啲節目繞場到東道嘅，比如講社農啊，也係青年農民朋友，感受到幾條種田啊、耕田啊，真係非常的辛苦。前一部都好有隻幾條嘅樣片，按到繞坡自修啊，老鷹之手，我們啲大家有看過嗎？那這紀錄片呢，其實係導遊秒，而且很深刻，因為你看的時候，就有一群斯坦尼米家的種嘅蓮鳥、蓮藕，加其他的呢，而且
你知道莲藕它是属于根茎类，所以我要给叶出来，我只有去挖过，那其实非常辛苦的工作。给叶都最不会米啊，数字工已经熬都变呢。哎呀，因为做几十年呐，数字都养太。其实我阿公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家里面很多长辈很有可能都这样，要不然做农事干哈有没有？最后面速度已经熬到，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所以长on到老鹰之手啊。对，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煮老鹰啦，今天的主题呢就会莲藕，来看那风吹，借由这个莲藕带出来催眠耳朵嘛该。干锅莲藕，干锅是不是在川菜麻辣类的，对不对？应该是非常好吃，所以今天。总算轮到你大展身手了。这个是丽群姐家乡的味道吗？家乡味，对，很多新来的那个大陆的后来的新妹妹，她们都很想吃辣，有时候吃不到，煮给他们吃，他们就觉得哦，好幸福啊！真的。对啊，有辣辣的感觉。我非常期待。泰琪嘎准备好温开水，等一下就好好被我们的丽群姐来辣一下。没问题，我最爱辣妹了。可是你不吃辣。好啦，风吹有信心吗？有，加油哦！加油！你讲到莲藕吼，一般来讲吼，做冻豆的料理，不过等一下最每一罐我带出来个菜色，菜名按到嘛个？今日来准备的黄金莲藕虾送。这黄金是嘛意思嘞？真正的黄金吗？那要多重的才可以？我又吃这样重啊！两黄金是你关键幸福两片哈，又加按照旺夫节。所以旺夫打出来是从黄金色球的，是按照黄金。按成因啊，长期都冇被人特殊打 Q。过年讲究俩路菜菜，所以今年那一四方水出来招大家哦。哇！邀请大家一起来吃福卡嘅梅水啊！过年长辈就该开胃菜哦，等一下最尾一罐有信心吗？有！加油哦！用组队跟正批后生，现场马上倒数3、2、1，抢开始！我在快洗走嘞。紧张了，这个莲藕泰琪嘎喜欢怎么做料理？炒好多啦，给它当做一个这个口感的时候，应该去做菜这去配一做口感冻好，伊唔会冲到啊煮食材的梅头啊，来到做配角冻好啦。甚至咧，要不做买凉拌该，要不捞两个洛神花，把它蜜过，然后撒一点桂花，我觉得蛮好吃。我知道你都拿莲藕做什么？没有，要做莲藕冰。不是。拿来做莲蓬头，谁信哦？好难笑哦！干锅莲藕，干锅莲藕。干锅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它就是有比较麻辣的，是一种料理方式吗？对，它的花椒、辣椒用的比较多。我看你这个莲藕切到安薄哦。加送。莲藕做的是上的吗？基本我们本给通工了。它有淀粉质。它本给通工一下。所以丽群姐，她看你这个刚才就讲到发酵，它那个是青花椒。你好聪明哦，知道那个青花椒呢？在台湾很少看到青花椒。错，因为它花椒哪一个？该不台青花椒哦。看一下，它这种是麻而不辣。没有，它也蛮香的，好香。那又想去煮盖痛的虚接的，就会不用那青花椒。不用滴青花椒。但是青花椒有个小缺点，就会拗到的虚接了。哦哟，跟大辣椒一样，它就是会有一个对。所以你们等一下炒肉几句后会溜出来吗？没有，就是让你们麻一下。好，那我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四川。好。干你黑有老给脸尿，金水也发，这水在这哦，哈，水在哪里？这边。好，我们先过去喽。哦哟，这边是切丁啊，因为虾松。虾松，怎么切那么薄？因为我今年要做这个做黄金蛋糕啊，因为你烟尿就嘛哈，爱做。现在是用金箔的概念吗？又加成金箔了，黄金泡菜，黄金泡菜，所以切泡泡啊，然后大家放下半机。因为这种莲藕两选。有学到我们卢师傅的精髓哦。对，他现在是示范动作吗？因时间的问题啦，我今日打为大家黄金酱按你通过之后按时来肥皂按时所以用了黄金酱去浸。浸有半年是当年梅咧，你也有抗氧化先用豆浆，用豆浆下来它会碘伏
嘿，基本点布。哦。你这真的是工程师还是生物科技工程师啊？你还做天膜诶，哦，好厉害哦！然后跟小狗去接触空气哈，就是会抗氧化。它抗氧化是好东西。嘿，就是它可以一直不会你哈，还不会老化。你都吃这个？嘿，我唔错。你们都吃这个？哦，青豆哎。啊，像咱煮下，其实啊，小狗尿尿的叫连尿盆的哈，按照来盆嘛哈，来统贴。虽然今天主题系连尿啊，但是我的眼神一直被这一碗吸引。你吃下好的人，今天用海呀，因为先不把海呀哈，你下先用下太家的。你用俺大宋，用俺好嘅虾公，结果切到揪揪。但是它切蛮大块。你很爱偶像，今天用太虾公啊哈。加分。锦龙哥，你有没有把他当偶像？你也是偶像啊！哦，你是超级偶像。好，谢谢。好，那没事了。没事。风彩跳还有个跳舞衣所以啊，还剩煮狗嘞然后地板还加点点香油放点点油啦加点点个糯米醋一点点放到地板这个是随行杯呢？随行杯嘿，还是用俺大约。咱了只酱当好用，了酱来做生菜沙，酱来健身来焖生菜咪做得，煮菜咪做得，来煎拍菜也做得，所以当多变法，像咱大红来看就是变放金色的，所以按照放金连尿，他做，好，我们先过去，等一下给我都转来喽。好，谢谢。莲藕，我们煎一下。本来想用炸的，太浪费油了。为了健康，咱们还是省一点，好不好？开始比较重要嘞。姐姐有先让去卤一下哈。卤一下，比较入味，比较香。哎，家地北都有先卤嘛该。太怕粉腌胡椒吧。还有花椒，还有胡椒。现在有豆油花椒味道。加黑马干。绿群的特制花椒粉。花椒粉。是磨过的，对，自己磨的，狗呢？人家自己磨的，很香。哇，你要真正厉害呢！这是大红袍，大红袍，花椒里面的大红袍。哇，所以它就是最好里面最顶级的花椒。那跟辣椒是类似贵州的吗？那个是贵州的做法，很香。贵州的做法，因为那一定很辣喽。对，有辣。等一下这个加少一点，好不好？家讲豆腐卡系虚接的，除非阿哥来煮诶。煮这水丸啊？每个家里面都是有一些权力分配的问题。对。还有看过中规该片他们有那种拍影片的网红啊，他们这种干辣椒一抬腿，还要卖转移呢，都是一次买一大袋呢。乖乖的，我一次都买10斤的啦。听上去就是辣吗？还有些辣。就是俺辣吗？含水下辣点做。哎呦，难怪你娶一个辣妹。贵州的做法，因为那一定很辣喽。对，有辣。等下吃到会冻感痛，一定要辣了。对，冻感痛的冇做流，冇食流。大厨，我们的这个莲藕快好了吗？焦焦的，蛮好吃的，对吧？有一点那个黄黄的，就是熟。好，那可以跟这个炒一下。这个吗？你看，伊两姊妹分工安好就是因为刚好就讲李坤啊这豆浆妹就开牛肉面店，然后我们的秀梅姐。就豆浆地保图就很熟这边要注意因为怕肉会不会老掉？不会 ，OK， 好，先关火吧。我们先过去那边，好，先去那边。哇，小春啊，这应该冻幸福嘅，豆腐卡係咪都是阿哥嚟？你要开我爱管它。好。你鬼重感虚 K 这眼光怎么那么准啊？还在聊这题啊？因为你跟他讲豆腐卡很虚接的，除非阿哥来煮诶。每个家里面都是有一些权力分配的问题。对。煮这水丸啊？水丸。这边是不是差不多？该加个粉的呢？要粉的加好嘞，已经加下去了。是什么粉？这个是还是个炒的蒜头，还有这个香叶，好香。加一大粉。这个拿来烤肉的时候，椰肉蛋糕，点都香，超香！我天。两煮都要冻皮皮嘅粉，冻好。按第一挨袂加凉，挨跳下做嘅，黄金酱，cái莲藕有嘛切泡泡，切泡泡，按做用cái黄金酱为入味，按等下用个蛋糕，按是按冻酱的一个配色啦，但是又莲藕的味道。所以
唔但讲就翁铺走翁金，那哈就翁金跑出来。嘿，翁金跑出来，双重黄金。嘿是。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哦，差不多嘞，嘿。茉莉过来风吹看一下哈。好，加油哦。好。干锅到底现在如何？我们要炒麻的、辣的喽。刚刚压根有炒过跟什么青花椒。青花椒。对，因为我们主持人说怕咬到花椒。应该功效啦，唔怕唔怕。你照自己的方式来走。如果你们贵州的干锅就不用青花椒，就不用。今天我们的目标就要辣到它哭。对。真的，那我就把它倒进来喽。好。好，倒进来。有四川的感觉哦。我们要吃就是个正宗的正宗的啦，对啊。我们在贵州炒这个辣椒，我们每一道菜都是辣椒，就是这干辣椒。阿姐，你就看过中国改片哦，他们有那种拍影片的网红啊，他们这种干辣椒哦，一抬头，还要卖转移呢，都是一次买一大袋呢。很乖乖的，我一次都买10斤的啦。可是这很轻，你买10斤很大一包。就是要唔会辣，就砍色，你看很香，会这样辣，动香啦。真的油已经变色，所以等下师傅你不要说我们太辣。好，我们这个料理就会干锅，冬天要吃，夏天要吃，所以它必须家里有200斤辣椒才够吃。天哪！1年要有200斤。这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自己家的豆瓣酱。一共用贵州的风水来做豆瓣酱。对，我们自己家的豆瓣酱。天哪，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分泌唾液，董先生嘞。哎，今天你没有分泌辣豆。对呀，300还没有。我们去倒数，好，现场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困难最背面一关喽，优雅嘅莲藕变出来料理，那一组较占掉喽。好盐哦，其实也道味嘅特别多观音中莲花，故说也道味嘅莲藕，那边师傅呢4行。今天想要吃看到风吹，结合了我们来自于贵州吃辣椒这干锅的一个莲藕，太想吃看呐。哇，很辣吗，伯谦？我已经有点在期待了。真的吗？其实还没有放进嘴巴，我已经在分泌唾液了。因为我因为椰刚好就刚好呛发掉，所以我觉得它的辣妹蛋香辣挺挺，还有香跟麻。那总算啲幾種有冇有切薄片？因為用炒起來之後，個斜圖哦，真正就好選，它就見到就叫勁風那種。很少吃到把蓮藕做重口味的，然後是吃到这个就觉得哦，回到家乡的感觉，但是你在家是吃比这个辣几倍？其实我们没有吃很辣，就是差不多这个状况。你们没有吃很辣？对，是吃香。对，吃它的香味，哦，这种吃起来香香辣辣的，然后觉得幸福的感觉。它不是说让你辣到受不了的那种。对。秋秋矮鸭是 Lucky， 我会觉得，哎，嘴巴里面还唇齿留香，可是辣度已经慢慢淡掉了。对，它不会说辣你让你胃受不了，它不是，它就是那种很幸福的辣。你讲到这样，我都想嫁去贵州了。去拜水的迄出点方调羹用煮的米汤，然后是。听上去就是辣吗？还有些辣。就是安辣吗？汗水下辣点点左右。哎呦，难怪你娶一个辣妹。到这种啊，口齿留香啦，而且都听到的，我觉得莲藕很有味道，然后不会很辣，但是很香。其实我爱吃到记到的辣度哈，一开始的辣是一个刺激，后来又慢慢很麻辣香，所以刚好就开始呛发酵，不但讲呛发酵婷婷，还有它的粉磨成粉，我觉得很聪明。好，你下问是蓝脆的片的黄金。哦，跟莲藕哈送给各位试看。它上面做的那个泡菜莲藕很好吃。对呀，饭店里面大厨才有哦。小吃店是吃不到的哦。很清爽哈。对啊，而且我吃到它的灵魂了，就会开口周围给你那个粉你应该去卖耶。董琴颂，其实虾松的除了给牛的炒以外，最重要还是它的调味。大概调味，佮加上给当狗恰，不用给种莲藕给泡出来，真的很好吃。真的太好吃了，比饭店的还要好吃。比饭店还好。饭店的做到都没有这么香，真的哈，它那个味道太好吃了。你会想配辣椒吗？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以配辣椒呢？会盖掉它味道，对不对？配辣椒是因为没得吃，所以要多配一点辣椒吃饭。
这种东西不适合配辣椒，吃它原味的。啊，吃白色的等于。蒙劍的泡菜吼，一般来讲吼，就是玻璃菜、拍菜啊。但是他们用的是莲藕来整根提一白色个，结果吼不会违和呢。韩国的地北度啊，就是莲藕咬起来是脆脆的、清甜，加上它就有生的瓜、菱果，都是很符合的一种食材。所以我觉得真更厉害呢！我倒带4副运用版的拼符来给大家看哦。紧张的时间马上就会到位，想抢甚至10副，抢本分数。蓝水1分。好，等下看啊，并购抢本分数。风吹香球。甚至10副抢公平。哦，正经迄两推都东南平，因为正经都东好些。俺一开始先试到该风推该。有咸、有辣、有麻，有小小的建议是做得用一丝丝的该香脆，爱石头就有较香，吼，有较香。啊，蓝皮料片呢，做得用一丝丝的该油条，吼，油条不给较切，然后有该香味出来，啊，用较好。阿斌哥没做咧，分家建议。下面我们要做咧麻香啊，去做了梅头曾经冻好，还有搭配咧主食材，去米下咧莲藕的部分，其他咧梅头完全就融入咧俺哋主题的部分了到，或者係講雖然東西當澎湃啦，梅頭咪凍好，但係講你講蓮藕的部分好冇真正表現到出來，其實偵察到伊個脆口度。兩組都係個個得到1分，講正經呢，正經都係10分的好色。不過有冇睇講有蓮藕發現有冇用嚟煮料理咧？有冇也兩組本太茶做一個參考，馬上就要頒獎咧！耶！兩組根本都是實力相當，而且我們真的非常感謝，都拿出按讚隊的菜色，按讚隊的4個料理老太下朋友，兩組都可以得到2分，都是大頭名。恭喜！今日恭喜本水得到15元的咖菜機。恭喜！好，咱這裡一片的係1200塊的咖菜機，恭喜！謝謝。麗群姐呢，講真也記來到台灣嘅25年的時間，有時候她吃到這個辣椒啊，真的香到嘎香的米頭。第一次來錄影，對不對？對，心情是如何？好開心哦，可以看到這麼多帥哥，看到他們這麼辛苦，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謝謝。哇，跟我姊妹老太太分享一下，當可以來參加一個節目。讓我去拜參加安尼嘅節目，心動緊張啊！很開心，表現得非常好誒！呢邊人家都切嘅鹹菜，成日都切到動腰、動腰啊！平常時切菜煮菜煮安尼煮啊！澎湃電影發揮一下，個表現一下。哦，咱嘴裡一片吼，真緊哦，做咧感受到，真的是夫妻同心，其利斷金。個咧分享下，老人家幫傭啊，強下咧參加比賽，心情。也係我哋兩公婆去拜參加呢個節目，呢個節目啊寓教於樂，食材是當好嘅節目。你15哦，係，但機器識拍，冇問題，應該嘅。好，辛苦，謝謝。兩組都帶來亞布卡迪度呢最有誠意自家嘅4個料理，我覺得這料理最棒嘅地方，各家都有自家嘅特色，不過最主要嘅係乜嘅？拿出你的心意來做菜。係啊，所以哦，看到呢一片唔是電呢，日日大天發來報名參加比賽哦。一家之主，等等你 QR 來要到 V 分享不開後面是來大東西，和你拜再見，拜拜。